早晚现象，早现象就马上接着晚现象，晚现象隔天早上会接着早现象。好，不管我们今天在比如说国朋友班还是什么的，我们要离开家里，但是这个动作一定是不能断的。好，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持之以恒，我们的道心也是不能间断的。好，不要让世俗的欲望呢有机会趁机而入，来扰乱我们的心灵。那早晚现象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不愿忏悔，做一个忏悔今日所犯的过错的一个时机，将自己的一个心性呢展现在老娘之前，然后加以检讨，去无存心，让自己的道苗在心中成长，然后不要间断。那献香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会点燃中间的母灯嘛。那点燃母灯的意思呢，它献香的时候，首先就是一定是要点母灯，把我们的母灯点亮。那它的意思就是说，把心中智慧的灯做一个启发，然后用光明驱除心中的黑暗。那点燃香之后呢，透过那个让人会很平静的檀香呢，然后驱除我们心中的不平静。然后也透过献香，然后将心中的诚意随着香烟的上升，然后与仙佛沟通。所以在献香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用一个最虔诚的心去做一个献香的动作。那再来呢，献香也是要点燃我们智慧的香，随着诚心诚意飘到四方，使我们人人都心存善念，事事都照着我们的真理去做。那点燃早晚献香的时候呢，点国灯是整个流程的序幕，因为点燃国灯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马上显出它庄严无比的一个力量。如果说我们献香的时候没有点燃国灯呢，它就少了光和热，就会变成说比较没有意义。因为灯呢，它是代表着光明，代表着万物生命的光明洁净，还有本性的无碍，也代表了我们本性良心，就是代表我们的心灯的意思，所以献香的过程中呢，点国灯是最开始的一个序幕。那再来呢，我们翻到48页，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说我们早晚献香，早晚献香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做一个讲解，然后还有一个示范的动作。那48页的内容呢，要请各位贤贤，就是派个作业给各位贤贤，就是今天回去呢，你们有1个月的时间把它背熟，然后下个月新一班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做演练。那其实如果各位贤贤有早晚在献香的，应该都是已经很熟的嘛，活光烂熟的这样。那首先呢，早晚献香，我们早晚献香礼呢，在我们一贯道总会，在民国79年9月3号的时候呢，在新店大香山的宝光县的慈英岩，由我们各组领导的前人，跟香港的4位老前人，共同议定的一个统一的献香礼，在79年的时候，因为以往虽然有献香礼，但是不是一个很统一的，可能每一组，比如说保孝的单位比如说新一组，它可能也有它的早献香的礼，那宝光县的也有宝光县的礼，虽然说大同小异，但是没有统一，所以我们在79年的时候呢，由我们一贯道的领导前人跟香港的吴前人还有等等的4位德高望重的前人呢，去共同议定的一个统一的献香礼，然后并且呢，在民国30年正月初1的时候正式开始引用，所以现在不管是我们是哪一个组的，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早晚献香礼还是初一15，都是礼节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统一的。那早晚献香的时候呢，早晚献香我们是用一把30支的30炷香的。那如果说是初一15的呢，我们就是用100炷香。
好，就是就是有100根香，然后就是弄成一束的。那脚腕线上是30根的，好，就是那一束是30根香的。那首先呢，脚腕线上的时候，我们要先怎么样？先点灯，对不对？好，我们要先点灯。那所以说，我们等一下会有上下礼，好，还有一个线香的人才，好，来做上礼呢，就是开始先做一个点灯的动作，好，然后呢，再来就是由上礼来做仪柜，然后上礼就会喊说，怎样漏掉一个。点完灯之后呢，先从主灯点完，然后如果是我们正面看佛桌的话呢，再来就是右边这个灯点完，然后上礼会再绕过来，我们平常路班都有看到嘛，好，在3楼的时候，然后再绕过来点正面看左边的这个灯，好，然后点完之后呢，上礼回来的时候，好，他会把那个点灯的那个先举美型这样就是抬高，然后这个时候呢，下礼要说，如果说同时都有前道、坤道来线上的话呢，下礼就要说前道鞠躬，坤道鞠躬，好，那如果说今天是只有坤道的时候，或者是只有前道的时候，好，那就说鞠躬，这样就好。那如果说今天呢，早晚线香只有你一个人在线上的话呢，就是自己默念，好，就不用拿出来，就是自己默念，好，然后自己鞠躬这样子，好，所以方法都是一样，但是就是因为说，如果说今天只有上礼的做法，有上下礼的做法，有上下礼加线香的3位人才，就有3位人才的做法。好，那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变通的方式。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比如说家中有设佛堂，然后只有自己在线早线香晚线香的，那就是自己当上礼，自己当下礼。好，然后就不用喊出来，因为没有别人嘛，但是自己要心中默念这样子。好，那默念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好，就是自己当上礼，自己当下。那我们现在教的呢是最正统的，就是3个人的，好，有上礼有下礼，然后有在插香的那一位，好，第3位这样子，好，然后香插下去之后呢，下礼就会说全线，然后上礼就说明明上帝时候手，好，那我们现在先教的是早晚线香的嘛。但是48页里面呢，它有含那个初一15的，好，也就是朔望月的95大礼，好，那如果说各位伙伴怕就是这样子会看混掉的话呢，你们可以跟慧雪一样，就是用荧光笔把它画起来，好，那慧雪先念一下说早晚线香的范围，好，做仪柜线香全柱全线，明上帝时叩首，好，后面以后再跟的都有。然后再齐坐仪柜，天地居心师9叩首，诸天神5叩首，而且天地居心师5叩首，诸天神圣5叩首，弥勒祖师5叩首，南海普佛5叩首，五教圣人5叩首，佛师尊5叩首，月会菩萨5叩首，各位法律祖5叩首，长生大帝5叩首，赵君3叩首，师尊3叩首，师母3叩首，正面元帅3叩首，正面将军3叩首，教化菩萨3叩首，各位大仙3叩首，道长1叩首，点传师1叩首，引导师1叩首，前大众1叩首，自己祖先1叩首。好，这个部分是我们早晚线香礼的部分。好，那挂到那个朔望月95大礼，这个是初一15的时候再加上去的。好，那我们现在上的课程，我们就是先把早晚线香的礼先把它学起来。好，然后再慢慢的，如果说接下来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教初一15的，因为都是再加上去嘛。那我们首先先把早晚线香这个最基本的先把它学起来，然后如果有时间我们再上初一15跟加道喜跟那个后期的部分。好，那这个部分呢，后学就先不要讲，我们就先讲早晚线香的部分。
早晚现象跟初一十五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像早晚现象的话呢，明明香地它是10叩首，那线香的香呢是30炷香，初一十五是100炷香，然后天地君医师呢是5叩首，初一十五的话都是9叩首，然后诸天神圣、弥勒祖师、南海古佛到长生大帝都是5叩首，然后再来从赵君到哥大仙是3叩首，道长之后到自己祖先都是1叩首，因为早晚现象是比较基本的一个。好，那再翻过来呢，献完之后呢，我们一样是跪着，然后跪读念忏文，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心中默念，然后做一个忏悔的动作，这也就是早晚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跪读念忏文的时候呢，我们把心做一个洗涤，做一个醒思，做一个忏悔的动作，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各位伙伴只要默念在心中就好了，那前道的部分呢，就是念一位弟子某某某，前世跪在明明上帝眼下，信受真传，那这个时候下里就说3叩首，那坤道的部分呢，就是余温信士某某某前心跪在王母眼下，信受真传，也是3叩首。然后3叩首完呢，接下来又默念，弥勒祖师妙法无边，护庇众生，忏悔佛前，改过自新，同住天坛。念完之后，默念之后呢，上里又喊3叩首，那下里就是念1叩再叩3叩首这样子。然后再来呢，还没有起来还有同凡系佛堂，颠倒错乱，忘其祖师，色罪荣欢，这个时候呢要10叩首，10叩首完呢，还要再默念一个南无阿弥十佛天元，然后再10叩首，10叩首完呢，我们就起坐礼，再来还要再跪跪金公祖师5叩首，天人恩师5叩首，慈母大人5叩首，院长3叩首，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个叩首的动作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跪求，跪求的时候一样也是默念，老母大慈大悲，无魔无考，免劫平安，然后再来我们就是100叩首。那如果是初一十五的话呢，这个是110叩首，先叩首，对不对？那早晚现象就是100叩首，这样子。那跪求的部分通常，上礼会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因为可能有情节他需要就是跟老母说一些话，比如说他有遇到什么困难，那希望老母可以有机会跟老娘说，请老娘保佑我们，或者是说，就是尽量无功无考比较具细腻一点的时候，所以通常呢，我们这个时候，通常初一十五都会跪求的时间比较长一点。那早晚现场的话，如果是自己家里的佛堂的话，通常就是念完，然后再隔一下下就会100叩首这样子。然后100叩首完呢，基本上早晚现场就快完毕了就起坐礼，然后如果是早现象就是早现象礼必鞠躬，那晚现象就是晚现象礼必鞠躬，那这个时候完成了没？还没，对不对？还有什么动作？没有，那个是道喜节日的。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怎样送母灯献完香之后要送母灯，就是一样上礼他会用另外一个就是把佛灯就是盖住让它灭火的一个器具那一样是先念母灯，然后右边的灯，左边的灯。那回来之后呢，如果有上下礼的话，那下礼就会讲鞠躬，或者是前道鞠躬，后道鞠躬，或者是上礼自己默念，好，那下面的礼节呢？